睇呢個樓盤啊，港澳人士係非常多喺入住嚟嘅。咁佢嗰度有巴士港澳巴士嚟到嗰邊個小區嚟㗎，就搭到嗰個小區嚟嘅。佢都可以你喺澳門香港嗰邊集對款嚟到嗰邊嚟買房嚟嘅。咁佢每一日都有4個班車嚟啊，咁嗰度都會有周邊都有商業非常齊全嚟嘅。依家我哋去入邊嗰個售樓部嗰邊睇下整個區域圖，同埋你睇下做賣嘅單位。依家我哋嚟到中澳春城個樓盤嚟嘅，咁目前我哋呢個位置係售樓部嚟嘅，咁最售個你有40棟同41棟，40棟個0304戶型你就係106平方嚟嘅，咁0102戶型係121平方嚟嘅，都係現房嚟嘅。咁你41棟你個戶型你同40棟個戶型係基本係一樣嘅，都係106平方嗰啲121平方嚟嘅。咁我哋最售個你仲有44棟嚟嘅，44棟個單位就喺嗰度嘛。44棟你0205戶型係120平方嚟嘅，咁0304你係89平方嚟嘅，咁係01戶型你就係81平方嚟嘅，都係3房嚟啊！而且佢嗰個你就係2梯5戶嚟嘅，40棟你同41棟係2梯4戶嚟嘅。咁我咧依家加推咗一棟係46棟嚟嘅，咁佢最售你都有76平方嚟嘅，加埋一個94平方同埋你80平方個戶型嚟嘅，其他戶型都係比較多㗎。依家我哋睇一下個實景區域圖啊，呢度就係我呢個樓盤嚟嘅，咁周邊個配置你係非常齊全嚟嘅，可以睇得到。小學嗰邊都有幾個小學嚟啊，其實嗰邊都係公立嘅小學嚟嘅，咁呢度你商業配套你都係非常齊全嚟㗎，有合信啦，加埋嗰個華人萬家啦、優越城啊嗰啲都係非常近個距離㗎，都係2公里左右個距離嚟嘅，咁基本都係2-3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㗎啦。咁最大嘅商業你就係嗰邊華發商都嗰邊嚟㗎，咁係離我呢項目你就3公里個車程咁，你最主要佢係8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嚟到嗰邊嚟我呢個項目個位置嚟㗎。咁可以睇下佢周邊嘅商業啊，有天虹北貨啊，加埋嗰個環宇城啊，嗰邊就主要個商業配套嚟嘅，咁都係非常近嘅位置嚟啦。咁醫療配套你到坦洲你醫院嗰邊嚟，嗰度啊婦幼醫院啊嗰啲你去到我呢嗰個項目個位置大約都有幾公里咁啦，咁大約都係15分鐘嘅車程咁嘅。咁去到我呢嗰個橫琴嗰度啊9公里個位置嚟㗎啊，9公里，然後你大約嘅車程應該係15分鐘嘅車程嚟嘅，加埋嗰邊澳門嗰邊都係15分鐘嘅車程嚟㗎，7公里個位置嚟㗎。咁依家我呢可以睇一下楊萬間嗰邊先，有冇啱嘅？依家嚟到實體房嗰度嚟啊，呢度係你46棟個單位嚟嘅，3樓嚟嘅，咁佢2梯5戶嚟嘅。咁我呢每一戶都會睇一下佢啊。首先睇個81平方個2房嚟嘅，佢係南北對流嚟嘅呢個空間啊，可以睇下佢嗰邊入面嗰度你做咗一個廚房嘅位置嚟啦，然後衛生間嘅位置嚟嘅呢度啊。咁入嚟佢南北對流係最大嘅亮點嚟㗎，81平方，睇下佢整個格局都係空間感都係非常唔錯嚟嘅。咁呢度你就係大廳嘅位置嚟啦。咁呢度你設咗個創意式個小朋友個房嚟嘅，可以睇下佢創意式個小朋友個房個空間同個設計都係非常唔錯嚟嘅。咁接咗嚟我哋睇下主人房嗰邊嘅空間嚟啊，呢度係主人房個空間嚟啊，睇下有唔有喜歡嘅呢個戶型啊。81平方個2房南北對流個戶型，咁我哋接咗嚟你就會睇一下個77平方個戶型，係嗰邊嚟過去睇下。81平方個戶型你就係06戶型嚟㗎，咁我哋接咗睇77平方個係05戶型同04戶型嚟嘅。呢度就係你交付嘅標準啊，77平方嚟嘅，你可以睇到嗰啲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咁入嚟都係餐客一體嘅空間嚟啦。咁呢個餐桌同埋你嗰啲你都係交付嚟嘅。咁嗰度廚房嘅位置有熱水器啦、冰箱啦、廚房3件套啊，嗰啲都係交付嘅標準嚟。咁可以睇下呢度大廳嘅位置，嗰啲都係交付標準嚟㗎。
咁出嚟嗰度你洗衣機都係家父標準嚟嘅，呢個洗衣機嚟嘅。咁嗰度你整個小區嘅環境咧都係非常舒適嘅地方嚟啦。接咗嚟另外咧睇下佢入邊個休息區嘅位置啊，嗰度你就係小朋友嘅房，即係話係你父母嘅房都可以嚟嘅，空間感都係好實用嚟嘅。77平方嘅房，又衞生間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嚟嘅。我哋睇下休息區，主人房嘅休息區，整個空間感又係非常舒適嚟嘅。咁佢都會有一個贈送嘅飄窗嘅位置嚟嘅。咁我咧睇完嗰個03啊，咁我咧睇完嗰個就係04戶型同05戶型啊，都係77平方嚟嘅。接咗嚟另外咧會睇一個就係你02戶型同03戶型嚟嘅。咁02、03戶型喺嗰邊嚟啦。咁02、03戶型你都係你94平方、97平方咁嘅。咁我咧入嚟睇下佢3房2廳係南向嚟㗎呢個戶型啊。咁入嚟都係廚房嘅位置嚟嘅。咁都係參考咗睇啦。佢呢度嘅設計都係設計得非常 OK 嚟嘅，我覺得呢種裝修風格。咁嚟到嗰度可以睇下。佢嗰個人道嘅位置，人道外邊係無遮擋個景觀嚟㗎，呢啲係園林景觀嚟㗎。目前園林景觀嗰啲未完全搞好。咁啊，你睇下佢個房個空間先。佢呢度你兩個房打通咗啊，全部打通咗。你搞成一個係你雙胞胎一個房嚟嘅，小朋友個房都係做得非常 OK 啦，小朋友個房。咁啊，佢嗰度你就係公共衞生間嘅位置嚟㗎，都係做得 OK 嚟嘅。咁主人房嗰邊你就可以睇下，佢主人房個衣帽間啊，然後入嚟嗰度啊就係沖涼房個位置啊，都係非常做得幾 OK 嚟㗎，係嘛？咁嗰度你就休息嘅位置嚟啦，休息嘅位置都好大嚟㗎。咁3個房你就睇完嚟啦，佢77平方係南向嚟嘅，97平方都係南向嚟嘅，咁81平方係南北對流嚟嘅。咁你更加喜歡呢個戶型嚟咧，佢可以係你毛坯選擇，又可以裝修選擇嚟嘅。咁裝修嘅價錢係幾多咧？裝修嘅價錢係14000左右嘅，14000咁。如果係毛坯嚟嘅，咁係11000，即係話10000幾個價錢嚟嘅。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啊，可以聯繫我嗰邊帶你嚟現場參觀一下呢個戶型。